你對上一次因為一首歌而感動係咩事嘅時候呢？大家好，我係自由意志之子啊。今日我想講嘅係藍色管弦樂啊。頻道主要嘅方向係以動漫為主嘅，希望以一個感情為主嘅影片。我會以有冇深度嘅人性刻畫、深刻嘅思想內涵、深入嘅歷史人物同埋深遠嘅社會影響嚟討論藍色管弦樂啊。究竟係咪神作呢？藍色管弦樂就係講男主角啊，青野一啊，唔係下之咩咋，係一個小提琴嘅好手啦。佢嘅爸爸青野龍人係一位天才嘅小提琴家，因為嫁變嘅原因而選擇放棄咗小提琴。之後喺中三嗰時同女主角秋音律子相遇之後呢，再次拎起小提琴嘅一個故事，遇上到唔同嘅同伴，跟住向前出發嘅一個故事。而家就會討論藍色管弦樂嘅深度嘅人性刻畫。第一啊，藍色管弦樂係有深度嘅人性刻畫。本作除咗主角群之外呢，二年級嘅學長首席嘅羽鳥葉啊，呢個鼓勵呢個開明嘅鼓勵 Nice， 打擊部嘅首席學長助九界優介，佢好毒舌但好鼓勵人。三年級嘅學長原田倉都係非常之有趣嘅。咁當然就係要講咧，男主角青野一同埋呢個男二佐八直嘅關係都唔怕穿橋啦。原來佢哋係兄弟嚟嘅，唔係我當你兄弟，你食咗個西瓜？唔係，我哋首先要面對就係青野面對住爸爸係一個天才，但好花心，令到媽媽覺得唔開心。不過媽媽好堅強啊。去到中學之後啦，因為遇到唔同嘅人，例如係女主角啦、秋音律子啦，有 feel 嘅女配角啦，一個叫小野春啦，等等，令到自己彈翻小提琴咯。之後原來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有位叫做佐八直嘅人勁到癲啊！大家互相進步互入，原來你係我同父異母嘅兄弟兄弟です呢。我們這一家係更加安慰嘅係，每當遇到困難嘅時候，青野都能夠慢慢咁去面對，因為有你哋嘅存在。我唔介意全部分享，只要你想知有靈感。你以為我好傷心啦？少少啦。咁如果你都中意佢哋點樣面對呢啲關係大廈嘅處理，你就要睇藍色管弦樂啦。咁所以藍色管弦樂有深度嘅人性刻畫。第二，藍色管弦樂有深刻嘅思想內涵。我覺得老師同埋個體群體係值得思考嘅地方。喺藍色管弦樂入邊，青野第一個遇到嘅老師就係呢個武田老師先生。喺初中嘅時候一直同青野去思考同埋討論 discuss， 包括係經過爸爸呢件事之後啦，高中一年級生嗰陣時，管弦樂嘅顧問啊，尖川廣明老師啊，先生佢就俾予呢個青野佐八學等等唔同嘅一啲嘅意見，令到回憶翻我嘅老師們啊，佢哋已經盡晒力，多謝感激。他日如果成名，必定會翻嚟。甚至去到後來參加嘅世界青少年管弦樂團嘅報名之戰啊，遇上到呢一個嚴虎元六呢個名教練，唔係晏仔先生啊，佢嚴明嘅態度令人有所感受。都講明咗，如果你嘅老師係點樣，你都喺一定嘅程度上會受到影響嘅。老師先生緊要噶。另外就係有關個體同群體啦。由於喺藍色管弦樂啦，老師會針對學生嘅個別問題，俾予唔同嘅意見，之後學生點樣做係佢經過消化底下嘅一個選擇。有啲人會決定專心讀書啦，有啲人決定繼續堅持一下咁做一世噶啦，好叻噶。有啲人就一早已經希望成為職業。男主角一開始都冇想成為一個點樣嘅人，因為受到老師、同學、朋友所嘅鼓勵啦，參加咗唔同嘅比賽活動之後咧，最後決定要以自己嘅方式超越爸爸，天才爸爸，唔係金主爸爸。個體、群體都係一個好好嘅練習場、練靶場。只要我哋當佢係一個學習嘅地方，將個體提升到極點，唔係小宇宙啊！如果將群體升華到一個極點，令我諗翻起一個 channel， 佢叫卡卡關，佢就曾經講過，到底你係要做一個與眾不同嘅人啦，淨係做一個睇起啲上嚟好似一樣，但其實入邊係唔同嘅，但係會扮到唔使扮啊，我會做到好似大家一模一樣咁。譬如觀點同角度唔同咯。另外就係有關泰迪人新歌當中嘅畫面，阿奕奕講嘅，到底最後會成為一個同理咯，大家手牽手啊，定係你做一個出眾嘅人，又或者你繼續喺佢面前扮到好 social， 好接受社會，但係其實你骨子裏入邊唔係一個咁嘅人，但係咁樣係錯咩？咁樣唔啱咩？或者係好好融入社會，又或者係創造一個社會，呢啲創作者嘅啲無謂嘅堅持、思考嘅方法。咁所以咧，藍色管弦樂係有深刻嘅思想內涵。第三啊，藍色管弦樂有深入嘅歷史人物。今次喺作品上面咧，用咗唔少嘅經典作品，9成9都唔識嘅，但可能聽過喎。首先係第一集呢個叫 Caprice No. 24首狂想曲，唔係俾你啊，係一個叫做尼古諾帕格尼尼等人去創作出嚟嘅。呢首歌俾我嘅感覺咧，就係拍戲先有嘅劇情啊，竟會發生喺我身上啫。咁另外第二就係第8集當中嘅 G。
原上的永調嘆。唉，咁係一個叫做約翰塞巴斯蒂安巴哈，佢當中入邊 D 大調第3管弦組作品 BMV 1068第2嘅樂章 Air， 而之後過咗百幾年之後，就唔知幾十年之後，德國嘅小提琴家奧古斯特威廉密改編而成嘅原曲就俾我感覺係好興奮。小提琴版就俾我嘅感覺就係，OK， 玻璃鞋咁靚，希望你留意到啦，唔係情書啊，1995年嘅。第3就係呢個第5集嘅安東尼奧盧喬韋亞蒂 Vivaldi 係咪咁讀嘅4季唔係酒店啊，2000蚊 E 大調第1協奏曲 OP8 RV 269春，有春夏秋冬，不過係春，俾我嘅感覺咧就係吱吱喳喳吱吱喳喳，唔使講嘢，開心仔。第4咧就係呢個捷克作曲家德福扎克嘅 E 小調第9交響樂重新世界嘅第4樂章 From the New World a Whole New World， 唔係呢個係阿拉丁神燈，俾我嘅感覺咧就係新世界嘅期待。咁有幸咧聽到黃智仁先生嘅演出，高手嘅高手，高手嘅高手。仲有呢個 KJ 同埋呢個 CY Neil 都係勁到癲嘅。咁另外咧，仲有呢個 Marian Johannes 嘅演出嘅藍色管弦樂 Vivaldi The Four Seasons Violin Concerto in E Major RV 269 Spring 1嘅呢一個 Allegro。咁另外有呢個 Hilary Hance 演出呢個藍色管弦樂嘅呢一個 Paganini 嘅隨想曲 No.24。咁另外咧，我好中意嘅片頭曲Cantabile 主唱係呢個 Novo Bryce， 作詞呢個竹中宏大啦，作曲都係竹中宏大、沖次郎，編曲就係呢個 Novo Bryce 佢哋嘅。第2季嘅片頭曲 Amadeus， 主唱編曲有呢個 Galileo Galilei， 作詞作曲就係呢個美崎宏貴，仲有其他唔少嘅歌啦，狂歡之舞啦 ，D 小調雙小提琴協奏曲啦，芥川也串字啦，即係龍之介個仔啦，就要等觀眾自己去發掘啦。仲有好多唔同少少嘅演奏樂者嚟做嚟彈嘅歌啦，彈翻啲經典嘅作品。咁所以藍色管弦樂有深入嘅歷史人文啊。第4，藍色管弦樂係冇深遠嘅社會影響，因為藍色管弦樂動畫就播出差唔多3年啦，漫畫就9年啦。YouTube 介紹嘅人唔算多嘅，而且相比嚟講，音樂嘅動畫都唔算好多嘅，都係得我諗幾十套啦最多。不過我又睇到佢喺2023年4月9號喺呢個 NHK 教育頻道嚟首播。咁一個動畫喺 NHK 當中播，根據呢個解說啦 ，NHK 當中嘅教育頻道啦，係 NHK 旗下以一個教育類嘅節目為主嘅一個電視頻道啦，喺呢個全國嚟播放咁一個節目喺教育電視咁播啊！我相信佢話注重呢個培養兒童學習嘅興趣啦、認知同埋能力啦。咁我諗如果我係學開琴或者有呢方面嘅興趣，我都會覺得呢個好寫實，好吸引我聽啲咁正嘅歌。再了解一下嗰個作家、嗰個音樂家嗰個背景，要受到當時嘅咩一啲嘅文化底氣影響呢，呢個都係為將來嘅兒童一啲好有益身心嘅益智嘅教育節目咯。小弟係非常之欣賞。回歸翻主題先，藍色管弦樂係冇深遠嘅社會影響，而我自己最中意嘅就係武田先生啦。因為一個由初中就認識嘅自己，唔係火影嘅伊流卡先生，去到高中亦都同自己聯絡係一件好難得嘅事情，好有感覺嘅一啲位置就係當清野真係有事嘅時候，老師作為一個聆聽者之餘，佢就講：如果你真係想逃避一陣，可以噶，即係話。如果你真係想走堂嘅話，可以噶。但係佢因為佢下下都會勇敢面對住所有嘢，但係你要知道你唔係一個人噶，呢啲樂家噶，因為自己明白到音樂嘅重量，佢成為咗清野嘅老師同埋高中嘅老師，呢個尖川都係一個好善良嘅老師，好唔好呢啲唔到我哋講。咁唔知咧，你又中意藍色管弦樂嘅邊個部分呢？可以喺下邊留言。我係自由意志之子，一個中意動漫嘅人。拜拜。